时间一到，准时开箱。新营太子宫担任普济殿王孙节主普中家，伫北区举办普渡法会，有上千道的贡品以及现钱币、鱼翅、塔绳刷，一尾用游戏杆做的铃，甚至还佫有12只活跳跳的龙虾空金马，生意杂少。这边今日阮太子宫开起要头千几万，咱前景全部无算，因年华。我后开200块，后开100块安尼。行政宫甲樱花宫伫新年安桥卡空地联合主普，台中中福堂亚场演王搬出数百件设计，对花岗五省到观光商等创作品，加上演王用品，价值超过1000多万。一寡社器啦，一寡遐都遐木雕彩绘种，甲装备啊，讲到4000万啦。樱花宫咱祖庙嘛，报告人做好个啊，系啊，咱算话传递小听。另外，也阁请到歌手王世贤、草屯囡仔等人气卡司，办了一场高规格的演唱会，献起高调。人调对舞台区一路延伸到普渡大，吸引将近3000人客满会场。而本地西乐店马公庙的占卜是甲由四连景出来挺兄弟庆赞，除了有罕见的全场抓鸡顶仔，也阁请到虞美人做晚会主持人，徐富凯等知名歌手嘛一一顶台开唱，互普渡可以热烈滚滚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